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3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台中的丰康牧场发生禽流感的疫情，业者是涉嫌将这病死的鸡仔偷载出去等暗藏疫情。检方是发动搜索，掠业者佮地主等人来问过，法官最后是裁定这业者羁押禁见，地主是20万交保。台中市丰康畜牧场1月确诊禽流感疫情，业者所涉嫌暗藏消息，除了无依法通报，也佮涉嫌将大量的死鸡仔抬起来，甚至车去到苗栗后龙等戏杀。台中地检署甲警方2月初2搜索畜牧场甲业者的徛家，而且约谈涉案的人员，认定岸关畜牧场负责人云姓被告及苗栗县后荣镇遭掩埋弃置必死鸡只之土地所有人严姓被告，分别涉犯废弃物清理法及刑法诈欺取财等罪嫌重大，且有事实足认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为着确保后手侦查甲审判的听书，检方认为有羁押的必要，所以当庭甲姓份的业者，也有提供苗栗后龙镇土地，互人代死鸡仔的姓严的地主2个人，甲掠起来，而且甲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法官2月初3 2点已经裁定姓份的业者羁押禁见，姓严的地主20万交保，而且限制自机。另外，畜牧场2个姓陈的甲姓李的员工是3万块交保候团。另云姓被告之涉案员工2人。则分别预支新台币3万元拒保候传。非法甲病死的动物乌白蛋，毋但有可能污染着环境，更较有可能变作是疫情的空芳。台中市长罗秀燕初2开禽流感会议的时阵表示，1月29案场的鸡仔已经全部灭掉，2月初1清甲空空，而且鸡卵差不多375公斤也全部销毁，也完成场内外甲附近的消毒。强调疫情并无拖去到其他的鸡条，也是相关的产业。卫生局目前继续追踪可能流入市面的鸡卵，而且要甲回收。公司新闻朱宏天、吴基昌综合报道。再来看，昨高速公路1号伫咧台南落南330公里的所在，一台沙石车去弄到油罐车，嘛造成这台油罐车油槽破去，加在是无导火，无人受伤。这台油罐车出车祸，油槽破去，台塑是赶紧派人来处理，避免佮继续漏油。警方指出，这个33岁沙石车驾驶，那就是这个安全距离无抓好势，这闪袂赴去弄到油罐车，详细原因是搁爱调查。继续过来看，最近这金仔的价格是起有够多，国际金仔的价格伫咧顶礼拜一盎司就冲破美金5500，了就开始了，一直到4500以下，这中间差有够超过1成。台湾银行是表示讲，伫咧美国的期中选举进程，金仔的价格可能拢会起起落落。国际贵金属出现价格波动，拜一下晡有人客去店内一群就买20粒金豆啊，希望较俗金买。因为黄金伫顶礼拜5发生10多年来上大的落价，拜一继续大落。买卖的人数相对的话，大概增加了两成是有的。台币1钱大概相差个2000多至3000块。看国际行情，业者嘛紧对换牌价，一个5两金条初二买价是1钱17450块，比起1月29一钱是2万，5两就差12万外。国际现货的黄金价同款波动真大，第29捌吸到每盎司5500美金，历史新高价了后，3十半钟各大落12%，落破4700美金，是10多年来落上济，一直到2月初2继续抬价，落破4500美金。10月份上涨。到这个1月呢，这样的一个幅度大概回档，以目前来说，回档50%，甚至于到这个61.8%，应该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之后可能会花1-2个月的时间整理，那趋势上应该还是会慢慢回到一个上升的趋势。另外，白银现货价伫前一个周末落将近12%了后，初二个落到70美金，累计落价幅度已经达到40%。专家分析，市场上热，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联准会前理事华喜担任下一任主席，货币政策可能改变，出现底线整理。
周五的话，就是市场借由川普提名 Kevin Warsh 当联准会的下一任的主席这件事件来去引爆这个卖压。那假设进一步升温的话，例如美国跟伊朗开始出现有军事方面的实质冲突的话，那避险的需求还是会重新回到黄金。那台股初日嘛，同款整理的行情，大盘开价走价，盘中捌大落704点，上价来到31359点。电子款的股台积电开价带头落，盘中上价1745块，不过尾盘落价幅度有较黏，收伫1765块。另外几个体族群低润、双雄、南亚科、华邦电，抑有昆联、立积电拢落停。那是新台币兑换美金收盘收伫31.59，大落1.22角，股汇相杀。外资连顶礼拜五2个交易日卖超达到1000亿。记者采访报道。政治消息来看，民众党6月不分区时节，立法院新会期换新人就任，其中有中国配偶身份的李正秀，也未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嘛，互民进党是质疑讲做立委恐惊造成咱国安的问题。李正秀是按算今日会出面来公开说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透早出现伫党中央，因为立法院新会期民众党团大晚会，内部6人加做新科立委，先由黄国昌调集开会讨论优先法案。原因台中市议员的陈清良就任党产总调，台北护理大学区会路出任届组长。我来不及。明天同意，明天同意，好吧？好，都是好朋友。不管是对你所谓的绿营或者是蓝营，我们都是完全是秉持着开大门走大路的。中选会也正式颁发6人的当选证书，其中有6批身份的李正秀，因为含国籍争议上受注意，伊选择无惊正门，无伫媒体镜头前出现。前一日访问着也未放弃中国国籍，态度也真低调。内政部强调，李正秀爱伫1年来完成失去中国籍的手续，若无爱由立法院改制，敢是影响伊未来调查资料甲接顺官员的职权，也引起关注。因为民进党立委继续质疑李正秀若就职，将会有国安问题。只要30秒下载，只要10分钟填写，把这样的一个表格交给内政部。有这么困难吗？陆配就是回到两岸关系人民条例去做相关的处理。对于立法委员职权的行使，哪些应该提供资料，哪些是属于机密，其实都有相当一定的规范。奇怪了，那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国际法的规定有变过吗？也没有啊。那怎么同一套法律，到了赖清德政府的时候，他解释完全不一样啊？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前后任政府对6批参政的看法不同，互李正秀面临国际法甲两岸条例的宪政法律矛盾。民众党也指出，在当前两岸现况之下，还未有人成功放弃中国籍。李正秀初3宣誓就职时，会亲自说明已经向中国提交相关申请。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县市长选举，这国民党的台中市长人选立委杨庆英甲江启臣双方是也搁咧争取，讲会去签党中央的提名协议。因为咧彰化这议长谢典林最近甲因谢家火红厝展互人看，恐惊影响这谢宜芳的选情。这谢宜芳嘛强调讲，这是小弟个人的行为，嘛继续来争取参选。亲近传媒体来看，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介绍，伫彰化溪州700外平4联栋的主体，家己的厝体就占140平，为周围视听室到色兰那球场拢才有。不过拄啊是亲阿姊，也就是国民党籍立委谢宜芳争取党内县长提名的时阵，惊无论影响选情，谢典林背回阿姊参选时个人的决定，双方无牵连。谢宜芳嘛表示，展互人看是小弟个人的行为。这个到选举的时间就会拿出来讨论。你与其要那时候拿出来讨论，现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闲在家，先拿出来讨论一下，好不好？给大家看，就是坦荡荡的，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这个现场选举一定是会回归到政党的一个竞争了哈。不管怎样，就我们的部分，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走，尽量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温度了哈，继续冲到年底。彰化县长之前，比起民进党已经决定由党籍在地立委单数外来选，国民党除了立委谢宜芳，也加前彰化副县长郭廷芳嘛同款争取提名。另外，还有上早表明参选的洪英章，拢也由台党中央出来协调。
伫台中有杨庆英、江启臣车底小姐，伫头一届协调破局了后，江启臣找伊半暝伫面册答问，表示已经签署党中央的提名协议，不过嘛讲内容未当像市长卢秀燕建议的2月19进前完成提名，甲家己期待愈紧愈好差真济。一切呢也是尊重党中央哦，所以我也有收到这一份这个文哦，那我也一定会签。我们现在就等党中央哦这个明确的制度办法。若是人选公布时间甲是毋是采用转民调的方式，国民党中央敢若表示，听候收到2个人的协议书了后，会正式对外公布。民进党台中参选人郝欣顺透过服务处表示，会按照家己的节奏争取民众支持。上礼拜已经进行20场客厅会、座谈会，甲民众请进来说明政策理念，搁接受问答听民意。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内部有告讲，对7月初1开始，一定规模以上的连锁餐厅、早顿、汤店这鸡卵，拢会使用西酸卵，一斤的成本加10块。真侪民众就烦恼讲，又搁要起价啊！过来是自由时报，今年一个饲鸭的业者对中国平台买来路不明的预防车走私进口。这走私的量会当提供予50万只的家禽来做，恐惊害咱的防疫破功，检方是提起公诉。最后是中国时报，乐透基金去年有赚大赚1.1兆，其中新制乐退收益7469亿，平均每一个劳工会当分到57800。继续来看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大家拢真关心因伫咧台湾的总部伫咧北树哥的签约进度。台北市长周万安嘛表示讲，双方是按算伫咧2月70到2月15之间来完成签约。要拿这签约典礼，黄仁勋敢会过来？黄仁勋是讲，若有重大的活动就会回来。今年是马年，所以大家马上赚钱。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展现亲切感，特别用华语甲大家拜年。伊来台湾的一举一动拢受到注目，嘛替伫咧饭店外口等真久的民众签名。外界拢真关注回答的新总部用地签约的进度。黄仁勋找伊讲，即阵来台湾未甲台北市长周万安见面，毋过嘛向台北市政府表达感谢，互新的总部会当起伫咧北树科。Maybe I don't know. Should I? It's just if there's a ceremony. If there's a big event, I'll come back. But I'm going to be really busy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Yeah, this is going to be a super busy year for me. 这个星期我们就召开估价审议会，那审议会确定之后就可以议价，就会完成议价订约。那农历年前大概2月10号到15号中间，我们就会来签约。周万安强调讲，双方一直拢有保持联络，相关的事情甲进度拢会持续进行，甲会谈嘛会保持联络。黄仁勋讲，今年5月份，也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览的时阵，会过来台湾。I'll definitely be here at Computex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announcements this year. Yeah, probably. Should I do a keynote? Okay. All right, I'll do a keynote. 黄仁勋初日结束伫台湾的行程，伊嘛讲，去年是真好的一年，包括台积电甲汇创等等的公司，所有的供应链去年的表现拢真好，今年嘛会是真少到的一年。Next time I come back, I will show you the new building. Not this time because I want to leave a surprise for you. When I show you the building, it's going to be incredibly beautiful. You'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冷气团豆豆减少，各地温度回升。东北部、华东地区也是落雨。咱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拢是侪云好天，北部高温是17度至21度，南部是22度至26度。干那这东北部加华东地区较会落雨。拜五下暗，搁有一阵冷气团落南，锋面通过，天气搁要反寒，嘛提醒观众朋友要来注意天气变化。今年若要去日本佚佗，这大饭店可能会变甲真贵，因为真侪县市政府拢要开始收大房税，或者是要甲本地税金甲调悬。亲像伫咧东京 Tokyo 一暗就可能要扣甲房间钱的3%，也若伫咧行迄个扣到，干那税金可能就要扣甲1万块的票。房间内底空间虽然无大，不过真清气，设备嘛较全。饭店是游客或者是商务人士会去日本东京上主要消费的所在。不过这条钱恐惊会愈来愈恶负担。
日本许多地方政府开始陆续调涨住宿税，那么以东京都来说，从现行的100到200日元将会調整为3%的税率制，因此也引发了不同的讨論声音。嬉しくないですね。100円と200円っていうね少額だったんですけど、今度は例えば3万円のねお部屋だったらね3% だとねそれなりに大きくなりますから。饭店的业者烦恼费用变悬，影响旅客住宿的意愿。除了东京甲住宿的税改做是3%的税率，京都市嘛为3月开始，甲上济1000块一票税额的上限提悬到1万块的一票。其他包括北海道各地、东北宫城县、仙台市、中野县、九州、新本，拢为今年开始扣住宿税。唔但外国游客，日本民众只要有住宿，拢是扣税的对象。常来几次，就是会发现，比起前几年都是越来越贵的趋势，然后就住的就会越来越偏远，也越来越小，这样对。所以就可能就会影响来的意愿吧。東京はもともと他の地方に比べて宿泊の料金が高いんで、そこで税金が上がっちゃうとより負担が大きくなりますよね。初步性统计，2023年全国住宿的税收到差不多188億嘅一票，隔当年就增加到差不多400億嘅一票。2025年访問日本的外國人人數超過4000萬人。政府想要用這條錢來解決過度旅遊帶來的問題，不過業者要受議論。取った税金を何に使うのか、一番今足りないのは人手不足。だから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やっぱりコストを使っていただける。定額制から定率制への変更というのは今反対の意見なので、東京都に対して要望書を出しています。對飯店的產業來講，更改稅制也閣需要負擔系統調整的成本。日本政府一方面希望旅客成長，同時閣想要消透過度旅遊的問題，要安怎準則，也需要繼續進步。公司國際記者日本東京採訪報道。國際上緊來看，烏克蘭、美國、羅西亞三方明仔載就要佇咧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來開始第2輪的談判，主要應該就是要講領土的問題。羅西亞甲烏克蘭攏有證實，佇延期了後，由美國出面的新一輪陸烏停戰的談判，這禮拜預計初4、初5佇阿布達比舉行。這場會談本地頂禮拜就會展開。羅西亞表示，因為時程安排的問題，才會延後。Не було ракетних ударів та шахедів проти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І це демонструє, що коли є у Америки мотив справді змінити ситуацію, ситуація може. 美國總統 Trump 過去一冬推動和雙方討論停戰的方案，不過領土的問題有計是談判的關鍵。羅西亞想要保留已經佔落來的烏克蘭領土，尤其是東部工業心臟地帶，也閣有也未控制的區域，不過幾乎已經拒絕。Зеленский предлагает контакты, Путин сказал, что они возможны в Москве. Вот эта позиция она остается, он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上禮拜了後，羅西亞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就滿4冬，談判雖然恢復，不過戰爭也未收煞。羅西亞2月初1甚至閣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空襲，有一陣炭工死亡，烏克蘭電網規個海去，百姓無燒氣通吹，也無電火甲水。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美國甲伊朗的關係緊張，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尼就警告講，若是美國同步，就是開戰。也伊朗的國家媒體是報道講，因為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準備實彈演習，引起爭議。不過是有官員跳出來否認。那另外，這伊朗總統也已經下令愛參加美國談判。美國軍方公布，航空母艦林肯號佇阿拉伯海接受補給艦的彈藥加燃料補給的畫面，顯示美國海軍當地中東加強部署。伊朗佇去年底因為內部的經濟危機，也加對政府的無信任，佇全國發生一系列的抗議活動，示威民眾去互政府鬧回鎮壓，造成幾多千人死亡。美國總統川普講，這個軍事部署是為了回應伊朗政府的暴力鎮壓，讓雙方的緊張局勢持續升懸。伊朗的國營新聞電視台報道，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要佇霍姆茲海峽舉行實彈軍事演習。不過，伊朗官員表示，無這項計劃，這是無實在報道。哈梅尼講，國內的抗議活動是政變，想要強化伊朗政府做法是合理的。佢講美國是咧小想伊朗真濟石油甲天然氣的資源。根據美聯社報道，川普捌明確表示，伊朗的大規模處決是美軍動武的紅線。不過，就算美國已經佇中東有真濟武力艦隊，川普也是講希望甲伊朗達成放棄核武的協議。
Why wouldn't he say that? Of course he can say that, but we have the biggest, most powerful ships in the world over there, very close, a couple of days, and hopefully we'll make a deal. If we don't make a deal, then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he was right. 对于美国的部署，用一面警告美国唔通引起开核战争，一面佫讲这是美国心理战的一部分，无值得伤过关心。另外，夏美宁表示，伊朗无按算发动战争，嘛未攻击任何国家，不过面对侵犯甲挑战，会做对付。公司新闻新路培编译。在美国的反移民局的抗争是愈来愈严重。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都真侪音乐界甲电影界贵宾，身躯顶拢有挂抗议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就咧意大利要举办冬季奥运，要请美国移民局的人员来维持治安，要数百名民众表示抗议。第68届外来美奖，美东时间初一伫洛杉矶举行。会场外口真出名的音乐者来来去去，有的人分数顶拢挂一个圆形的徽章，顶悬写 "Eyes Out"， 表达对美国移民单位甲海关执法局的抗议。I believe that America's greatness is under attack by the very folks who seek to make it greater again, and this is why I'm wearing that Iced Out pin. 美国流行音乐歌手比利·艾利许甲因阿兄，即个摕到最佳年度歌曲奖，写做历史上头一个摕到同一个奖项摕3届的歌手。伫咧领奖的时阵，伊嘛响应音乐者批评移民当局，相时嘛因为骂垃圾话，伫咧转播的时阵去用消音器。No one is illegal on stolen land. We just need to keep fighting and speaking up and protesting, and our voices really do matter, and the people matter. And I say sorry. Thanks to God, I'm gonna say, eyes out. 即届反对美国移民局的示威，还佫发生伫咧意大利米兰，当地因为伫要举行冬季的奥运，部署美国 ICE 的警察协助维安，不过嘛去互几啊百的民众聚集伫咧当地，号做4月25的大庭抗议。还佫有2028年洛杉矶奥运组委会主席华瑟曼，伊加入去已经过身的性犯罪好野人奈普斯坦的这个案件。嘛，互外界转移对冬季奥运比赛的关注，这互国际奥委会主席瓜芬德利伫开幕进前的记者会表达遗憾。You know, I think anything that is distracting from these games is sad, right? There's always been something that has taken the leading up to the games, whether it has been communities, whether it's been Zika, COVID. There has always been something. 就算是安尼，瓜芬德利嘛表示，伊相信北京奥运举行开幕的典礼了后，运动员开始比赛的时阵，就会当随互全世界各一届感受到奥运的精神。到时民众就会重新体会到这真正重要的物件，而且为当中得到鼓励。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西藏流亡政府将办理人民议会初选投票，伫咧全世界27个国家、87个地区，只要摕西藏身份证的，就拢会使来投票。按算5月13会公布结果。澳洲区的议员就表示讲，这场选举是对抗中国专制，是西藏争取自由、继续斗争的一部分。徛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初一举行书证甲第18届西藏人民议会的初选投票，藏人手提身份证有投有收，伫投票所排队领选票，圈选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了后，甲选票落入去投票箱。达赖喇嘛2011交出政治权力了后，议会就是流亡藏人上重要的机构。一届做5档，特档召开2摆会，有45个议员。其中30人代表3个传统省份，10人代表5个宗教传统，5人代表流亡藏人。It'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he Tibetan movement because it's now more than 60 years, and we are passing through a second generation, like leadership.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freedom struggles always take a generation and generation of people to keep collective and keep strong, and then continue the struggles. 中国2020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境内藏族人口有700多万，若藏人行政中央估计，散布伫全球各地的藏族人口大约600万。这场选举超过半数的选民，约56000人徛伫印度、尼泊尔甲不丹，其他的34000人分散伫世界各地，其中12000人伫北美，8000人伫欧洲生活。为着让选举顺利进行，流亡政府伫27个国家、87个地区拢总设309个投票站。I believe that China are watching us right now, and they are seeing that the Tibetans in exile are voting for their political leader and enjoying these democratic values. 中国外交部伫发予法新社的书面声明表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不过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团体，是完全违反中国宪法甲法律的非法组织。初选主要是选出候选人，最终投票会伫4月26日举行，结果会伫5月13日公布。藏人以行动证明，虽亡无国家，因仍然继续伫国际间进行实际上的外交活动，甲自治自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因为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同意停止向罗西亚进口原油，所以会当甲印度的关税对25%降到18%。以色列今日搁再开放加沙埃及边境的拉法关口，同意让部分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和进前因为战乱逃亡的百姓转来家己的家园。第68届格莱美奖人气歌手肯佐克拉玛摕到年度唱片顶5个奖上届声音，伊到今已经摕到27座格莱美奖，也是自来到今摕奖上届济人气歌手。转来看咱国内有诈骗集团甲中国的集团来合作，利用假轨道的卫星提供网络服务，先摕到被害人的个人资料，再利用这 AI 技术，甲人户头的这钱拢总甲转出来。目前所在有55个这中国人去用骗去，损失有到2亿，嫌犯死的人依照诈欺定罪被起诉。警察来到台中北屯这间公寓，立刻甲嫌犯压制。控制他！刑事局一个抓到3个人，姓林的主嫌是伫泰国弘掠的。刑事局查到这个集团是由姓林的主嫌做金主，伊成立系统上甲中国诈骗集团合作，由中国非法的组织得到被害者的相片了后，用 AI 深伪技术，佮使用青年假轨道卫星的网络服务，化解中国数字人民币分别面膜的严重，接把受害者的口罩，甲伊内底的钱汇去别位，骗取大陆民众个资后，利用深伪技术制作被害人脸部验证影片。顺利透过数字人民币 App 身份验证程序。刑事局称查，目前至少有55位中国籍的被害者，财产金额大约新台币2亿。检方最近侦查终结，按照诈欺、祸害电脑使用、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姓林的主嫌等4个人。治安专家表示，最近 AI 真强，虽然生活变方便啊，不过若是安全性不够，各自外泄和违法利用风险也是大增加。你的相片就被拿下来，然后呢，它就可以去做成一个影片，它可以做的用途会非常非常多。那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它会有一些警讯。很多人会习惯在他 IG 上面每天放他的相片嘛，对，那个其实啊都是一个数据啊，角度越多啊，那个 AI 圈起来的那个影片会越像你本人。温怡玲指出，个资包含面膜啊、手痕等等生物性的数据，若提供愈详细，也互 AI 有更较侪连接甲运算。提醒民众若准提供影像，爱注意敢有公开，佮有迄个单位的用途。上好是以实际操作，也是办理的方式，才会当加强资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年会上届大死刑犯王信福进前申请再审，去台南高分院以无下再审理由甲驳回。律师控告最高法院嘛驳回确定。另外一方面，犯着几人相思命案的郭俊贵，这最高检认定当初时的死刑判决合议定的判决无一致，检察总长是提起非常上诉。这位被判死刑的谢志宏，在法院外口甲大家行礼。25年前，伊加入起台南几人相思的命案。得到再审了后，并判改判无罪，也若专案的主谋郭俊伟要关伫监狱内底。不过，去年9月死刑释宪判决了后，即马伊嘛得到重新审理的机会。
伫死刑犯黄春琪甲陈玉良去年得到检察总长提非常上诉了后，最高检审查认定郭准伟死刑的判决，并无合议定一致决，另一个加做第3位互提起非常上诉的死刑犯。王信福要回家。目前的死刑犯当中，王信福是上济岁。洪指控伫民国79年下令枪杀2个警察，不过人权团体几届替伊发声，认为伊是枉屈的。伊的辩护律师嘛替伊申请再审，不过却是去互驳回。搁再提控告了后，要是去互最高法院驳回。那监察院有请了测谎的专家，就原本卷内的测谎的图谱有重新判读。那这个测谎专家鉴定的意见是认为说，王信福在测谎的时候并没有不实的反应。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扣案的手枪是诱人手枪。那当初案件送刑事局鉴定的时候，鉴定王信福指纹的时候，他记载的是左人手枪。经原审认抗告人所主张之新事证不符合新事证要件，非司法再审事由，驳回抗告人申请。抗告人不服向本院提起抗告，本院审理后认为原裁定并无违法，抗告无理由，驳回抗告确定。台南高分院认为讲，王信福提出的主张是对目前已经有的资料，也有法院知影的证据，各继续论述尔，并无符合新事情的要件，所以申请再审，互裁定驳回。经过最高法院受理控告，嘛认为裁定并无违法。最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就个案每个逐案在审查是否有提起这样上诉的事由。那本部会等到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如果审核完毕之后，再依法来办理。国内死刑犯扣除3个人已经得到提非常上诉，剩的32个人敢是会去互执行。法务部回应讲，听候最高检审查了后，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电讯消息来看，台南市的一间补习班传出学生霸凌，一个11岁囡仔逼一个6岁囡仔加3公分长的吸脚吞落去。家长是不满补习班无主动处理，佮讲这敢是有害气无吸到，教育局嘛表示讲会依法来处分。对电工的画面通看到有一条长长的物件，这是一个3公分的气体，竟然会伫一个6岁查甫囡仔身体内底，互医生检查到。家长表示，这阵气体也搁伫囡仔的身躯内。家长讲，这代志发生的原因，就是台南安南区一间补习班1月27日下晡，那像是发生学生甲学生去冤家，一个11岁囡仔逼6岁吞气体落去，互家长甲社会拢真注意。睡到一半都会突然起来，起来说。我磁铁会不会一直卡在肚子里面？我们就是跟他说会排出来，但是他还是会很害怕。体班的负责人也都没有出来慰问过我们。最主要的就只是想要一个公道而已。这件代志补习班并无主动通报，是家长1月29日敢若透过简讯通知学校导师。导师认为这有个样，遂通报校方。校方嘛伫规定内完成校案甲社情通报。不过就机关这件代志拖几啊天，相关单位拢无紧甲家长斗相共。嘛讲社会局甲教育局爱认真保护囡仔，唔通出代志就安尼小下体。难道你们都不能交叉保护孩童吗？你现在告诉我，你有跟社会局讲吗？教育局讲，教育局局长我明显看他摇头。那教育局28号就已经通报了，你们在做什么？安亲班的业务，这个违反规定。第二个呢，聘用呢就是没有登录的教职员名单，这个违反第2件。第3个事件发生在27号，那么有学生呢伤害的事件，可是没有第一时间呢24小时内通报，违反儿少相关的规定。教育局回应1月30日无派人去稽查，发现这个补习班违法兼办课后照顾班，兼这老师无照规定登录伫教职人员名册内底，后续拢会互处罚。另外，针对补习班无伫24点钟内主动通报学生受到伤害，教育局嘛请社会局依技巧还罚款，即阵嘛要求业者1礼拜内提出说明兼改善，若无改善，上严重可能会互人停止招生，甚至收起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南投县政府要伫咧民间乡起一个粪扫处理中心，附近就是南投特定农业区，阁是地米的产地，民众是大声抗议。伫咧顶礼拜六第2届的宽屏范围界定会议，受民众当场就甲委员会，希望讲会当卖开发。反对民众举布条啊，呼吁南投县唔通将福化路起伫地乡、民间乡，伫1月30日举办的2届宽屏范围界定会议上，要求停止开会，甚至也当场向宽屏委员会来申请。这就是欺骗的结果啦，你知无？
南投本所地理严重，产生臭味，搁较会家己烧起来。官府决定起焚化炉，也毋过选伫民间乡煞真受质疑。其实官府摕6个减载场址，2个因为禁止开发直接处决，即马引起争议的场址得分属悬，第2甲第3悬的高色乡甲草屯镇公有地，是因为基地原价超过5米，行车路线经过校校场所等因素得分较低。它会跟学童上课路线是完全重叠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点不适合。民间的场址不会经过任何的国小。5项评估项目之一，环境敏感点，只看敢有社区病也是好好，也毋过自救回不完，根本无顾到生态。这个场址是就好处伫一点，拢会合家指出，评估项目也无考虑治安，那无安怎会将焚化炉起伫地理生产区？高低差太大，那这个要花点成本，你把它弄平。你道路不通，你可以通，像这个都是可以用钱解决的，食安是没有办法。南投县环保局讲，选定场址的5大评估项目是内部制定的。你要平整，你要5公顷，然后你要是国有土地的这些基本的因素，我们去做评估的。对，我们内部自己定的，对，内部自己定的。所以上范围界定会议上，也有环评委员认为，应该有更较好的选址方案。针对外团，环境部发文建议焚化炉缩减规模。环境部澄清并无这个代志，也毋过呼吁本社问题需要可以合作。垃圾已经是无法是单一的县市可以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也期待中部的各县市的他们的平台可以跨区域，可以讨论多一点这个垃圾的问题。批部长表示，本社问题过去拢去区域调度，也毋过原本替南投气化本社的关系，即马面临家己拢有困境，希望南投县府加努力沟通。只是本社气化无简单，县府想要推出焚化炉作为解决方法，却因为选址争议引起新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的客家古迹中信公司这2天门口向囤真侪粪扫，里长表示讲，即马要过年啊，民众大表扫，先少放伫附近。有先通报县府有同意，即马粪扫嘛拢已经清掉。相片看到一堆废弃物放伫涂骹，有粪扫、棉床板，阁有碰床，等甲规个门口拢是。毋过这毋是粪扫场，是6对客家族群介重要的县城古迹中信公司。1927年改建了后，转变做较大聚会场所，煞互里面当做粪扫占坑的所在，引起后代不满。那他跟县府的客务处、县政府的客家事务处那边去申请，那其实是无效的，你完全没有跟我们增加了后代子孙知会一声。那私自就直接决定说要把让开放让里面丢垃圾。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其实已经违反文资法，因为我们这个中盛公司它已经是限定古迹的。古迹发展协会真生气，认为安尼行为对古迹造成伤害。若同意这搭会当少放大型废弃物的是县府客务处。当地里长表示，过年要到啊，民众摒厝清出无碍物件。伊要等进前有甲客务处先拍招呼，才向市公所申请清运。阮有事先来县府申请，后县府也同意啊，阮还阁公告，的场地应用，叫补来。本案为里长跟施工所清洁队之年节清运计划，放置的地点不在古迹范围内。昨晚第一时间播报后，仍请清洁队尽速处理。于今日早上8时许清理完成，并无造成古迹毁损。对此，县府客务处讲，因为地点无伫古迹范围内，就无反对。但今年数量确实有较侪，清运未赴，才引起争议。市公所拜一透早6点半就来清好势啊，未来嘛会讨论放别位，未阁开放放伫古迹头前。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即马高铁是愈来愈侪人来坐，毋过伫咧中部的苗栗、彰化、云林这3站，一天就载无到1万人。学者认为讲，即马高铁彰化甲台中当初时设站收过晚，彰化站的地点爬远，嘛建议讲爱加强附近的土地开发，车帮嘛爱调整。高铁彰化站外计程车停一排，停车场内底还有真侪计程车伫等要载客。计程车司机讲，甲台中站比起来，彰化站的载客量实在伤少。有时阵生理歹是爱2点钟，因为台中迄个车次真接，而且10外分一班嘛，过来交通方便啊，四通八达。高铁营运已经19年啊，虽然总体旅运量特别超过10亿人次，不过2015年底启用的苗栗、彰化甲云林3站运量拢买名，其中彰化站去年全年进出站的人次敢若191万，平均每天差不多5200人次。
是全国运量上少的高铁站。1个小时一班，我们就知道几点来，几点来坐车，几点有，这样子就可以了。如果是40分钟一班的话，我们一般人大概可以接受，1个小时就是时间上面就非常不方便。台中站甲台铁强固转坐入去彰化市嘛真紧，去园林嘛免半点钟。看彰化站伫电中镇，离岛的区较远，班次阁伤少，嘛无甲台铁强固，公共运输阁较输台中站，所以真侪旅客选择伫台中站上落车。所来高铁规划延伸计划，学者认为爱为区位甲营运模式来做通盘的考虑。彰化站跟那个台中站太近了。所以北彰化的人都会到台中来搭。彰化的话，那个周边的交通接驳是非常的，在田中不方便啦。绝对不要说把这3站的停站都只归诸于慢车的方式，而是在原来这个不是各站都停的，可以规划跳蛙式的停站。学者认为，现有的彰化站区较无发展，除了加强周边土地开发，高铁班次嘛应该避免快慢车2种安排，加强跳甲式停靠，才会当兼顾营运成本甲民众的利便。高铁公司表示，苗栗彰化分林进出站的人数确实无亲像其他的车站，后续会检讨营运模式，做必要的调整。记者采访报道。今年台北市迪化街年货大街扩大禁止食薰的范围，伫咧大稻埕码头有设一个半户外的食薰区。政府是表示讲，希望会当参考日本设一个食薰室。不过，咱的薰害防治法有规定，室内空间是袂使食薰的，安尼做敢会使？政府强调讲，会搁甲中央来沟通。炎热旧历春节，不少民众拢会到台北市迪化年货大街买物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台北市消保官卫生局等单位也出动，对摊商进行联合稽查，确保商品清楚标示。我们不会再给予第2次限改的机会。复查过程中发现有未标示、标示不清，或是模糊不清不明，或者是有称重不准的状况，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同时，今年的年货大街也扩大禁薰区域。由环保巡查员加强可控查缉，搁伫离大约15分钟路程的大稻埕码头设置室外部分区，也毋过实际观察大约10分钟，只有个位数部分的人去使用。有吸烟的话，就去特定的区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北市研究会主委因为表示，原本希望学日本的做法，伫街路设置有离岸设施的密闭部分室，加强检测效果，也毋过中央机关回复。依照薰害防治法规范，伫门窗关起来的室内空间无温存部分，所以只会当采取中和方式。中央来主管的这一个法规的诠释上，能够有不同的空间的话，那地方自然会比较能够来推行烟害防治的整体的作为。依照烟害防治法的一个规定，那是只有旅馆、商场、餐饮店、酒吧跟夜店等才能去设室内吸烟室。继午夜年货大街后，2月25号登场的台北灯节，西门与圆山花博2大展区，北市府也朝向禁烟规划。但在人潮密集的区域，如何设置吸烟区也成为问题。台北市长主办案继续推动无粉城市政策，说落来，向准台北停节，要安怎完善相关配套，民众看法不同。利益良善啊，但是要做到真的有点困难，因为这边还有这么多国际级的观光客，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实际执行？里面感觉是像一个小型咖啡厅，然后稍微大一点，他们至少集中在那边，不会觉得好像被关注。我觉得你已经在大马路上了，你还要进吗？不然你把灯节搬到室内嘛。北市卫生局表示，对于定节禁薰规划，由原咧甲管团局讨论中。目前也是以年货大街的室外部分区作为范本，继续回看适合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有29个国家，超过500间的出版社。展览的台语册数量嘛增加真多，展现国家语言政策有咧推动，台语的出版社嘛台语的出版品嘛有对咧增加。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册本，才是前卫出版社的展区。现场有超过100种以上的台语册，有小说、翻译文学、囡仔册等等。当咧替2月初3台北国际册展的开幕做准备。台湾文学馆观察今年册展会当看到台语册类型、数量拢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推动啊，有愈来愈多的台语的作家，啊有以前会写华语的作家。伊嘛开始创作台语的出版品。
由文化部举办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今年拢总有29个国家、509间出版社，超过60位的国际作家来到台湾参加。今年特别邀请泰国做主题国，册展现场唔但会当让民众看到台湾的文化，也会当深入探索泰国文化。对文化部来讲，要支持出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像台北国际书展这样子的活动，看看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作家，他在这个年度里面所累积下来的出版品。泰国这次当我们的主题国，从去年就非常大规模、盛大的来准备，那这一次呢，就经过了1年多的准备，马上大家可以看得到泰国准备的内容。主办单位表示，伫咧册展期间，每一日拢有邀请国内外侪位的作家来做分享，而且有分真侪主题，古乐、网架、台湾文学和台语册等等。有文学类的座谈，也会使做伙读台语囡仔册。文化部鼓励18岁至22岁学生，会当趁机会使用文化币来买册、踅册展。记者陈亚轩、丁秀凯台北报道。中国的生囝率下降，所以官方已经取消结婚来登去户口地来登记的规定。佮伫咧观光景点设一个结婚登记的站点。不过专家是表示讲，互结婚的程序变较利便，并无来法度来改变无爱结婚才会人受罚。哎，都看我，哎，这就是好。中国结婚甲生囡仔数字一直真低迷，伫去年佫下降超过20%。中国官方就推出新政策，简化结婚的流程。伫过去结婚爱摕着户口簿啊，佮登去其中一边的户籍地登记。不过即马，干咧准备简单的证件甲声明，伫全国任何的户籍单位拢用登记。我们都是山东人，在北京工作。现在因为这个北京是有这个政策嘛，然后这个领证提供了非常便捷的这样一个政府服务。除了北京，还有真侪都市将结婚登记点设伫明显古迹，佮推出特殊的结婚行程，亲像南京夫子庙推出古代婚礼，照明大嘅仪式完婚。成都市登记点设伫海拔3000多公尺，风景真水的西岭雪山顶悬。唔但鼓励结婚，也带动观光。不过人口学专家也指出，选择结婚有真侪复杂的因素，简化手续，干来互原本是要结婚的人更较方便，不一定互无打算结婚的人改变心意。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即马数位时代已经真少人咧看报纸，伫咧法国巴黎，就有一个70几岁阿伯，伊自细汉就咧卖报纸，卖甲即马也是共款，会逐工伫咧街头巷尾咧画卖。即法国政府嘛决定要颁勋章予伊，表扬伊遮侪年来贡献。即马报纸豆豆替时行，不过伊毋捌消息过。伊就是法国巴黎上尾一个送报纸的囡仔阿克巴。今年伊74岁，无固定的单，是伫咧街仔路还是餐厅四界画卖，吸引过路人的注意。阿克巴伫巴基斯坦一个散车家庭出世，伫1973年来到法国，以卖报纸来趁食，到今已经卖几世人啊，甚至用卖报纸的收入饲一口罩。对足侪巴黎民众来讲，阿克巴画卖口号，还佫有伊特殊笑亏的感觉，已经是在地文化无法度欠缺一部分。所以法国政府决定颁发法国国家公职勋章予伊，表扬伊过去53年来服务大众的精神。Voix chaleureuse qui chaque jour depuis plus de 50 ans tonne sur les terrasses de Saint-Germain.se ferait un chemin entre les tables de restaurants。请囡仔送报纸，也是伫路里画卖，拢捌是新闻媒体买卖方式。不过即马电视、电子媒体同时行，实体报纸已经罕得看。足侪媒体认为，阿克巴可能是全法国，甚至是全欧洲最后一个送报纸的囡仔。阿克巴讲，伫咧报纸真严的时期，伊一天大概会当卖200份，上关纪录甚至会当卖1000多份。不过即马业绩早就已经卖笔迹啦。Là, j'en vends pas beaucoup de journaux, je vends une vingtaine de mondes en 8 heures. Hein. Il faut au moins 8 heures pour vendre 20 mondes. C'est ça aujourd'hui parce que c'est à cause du numérique. Comme tout est digital maintenant, les gens ils achètent très peu les journaux. 虽然即马已经老啊，不过阿克巴讲，伊要是要卖甲伊过身为止，对伊来讲重要的已经毋是收入，是用家己的力量，会当互在地民众欢喜笑，搁有少年的记忆。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真侪人拢讲，这早顿是一天当中上介重要一顿。不过，你愿意开偌济钱来食这顿呢？
伫咧英国伦敦，有一间餐厅是推出一顿就要3800块台票的早顿，敢有价值？咱做伙来看卖。食早顿，你愿意开偌济咧？英国伦敦一间餐厅推出高级早顿，一份就要台票3800，其中5项菜，每项菜拢加一份无酒精的饮料。虽讲是早顿，量拢无济，毋过用料无凊彩。像讲这项龙虾棒是酥酥脆脆可爽，顶头搁放龙虾、麻叶，搁压一寡 cheese， 看到足好食款。开这间餐厅的米其林星级导致认为，一般人食早顿食甲足紧的，嘛足香的，袂注心去传，所以希望消费者来这间餐厅会当慢落来，好好享受。 It's the very most important meal of the day. So, and we take also a joy in delighting our guests from the very first step in the morning. And every detail matters. 另外，伫咧出菜时阵，拢有服务人员解说，希望互食饭的人有完整的体验。So I'm Danish myself. You might have heard that we're a bit famous for our pastries, and I had the lovely opportunity to try this beautiful Danish pastry this morning. A bit of poached pear and blueberry in there. I think Denmark would be proud. I think it's nice just to see things different. I've really enjoyed it. I'm actually not usually a breakfast eater, but making an event of the morning and so you can go out into London afterwards, having felt like you've had a real experience. It's great. 这份高级早顿虽讲价俗无俗，不过这对这间餐厅的消费者来讲，开钱买，唔那是食好料，嘛是一种生活体验。敢有价值，就看人看看啦。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下晡晡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3度至20度，中部地区13度至23度，南部地区13度至26度，东部地区14度至23度。外岛地区9度至1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